尊敬的各位评委、孔子学院院长和各位汉语老师、女士们、先生们、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叶鑫，我学习汉语有1年多了。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演讲《天下一家》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世界有不同国家、不同的族组成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习俗。不论复杂，不论人种，虽然世界各地的人们文化各异，但是不管你来自哪里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。不论如何四海，我们的天下一家。同在让天下一定是一家人。当前世界范围内，新冠肺炎疫情呈现急剧蔓延态势，抗击疫情已经成为全人类必须同心协力完成共同任务。中国作为有担当的大国，在这次国际爆发疫情时，请善意的同担风雨，尽自己所能帮助世界各国提供知识和帮助。目前，中国政府已经向多个国家和数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大量的医用口罩、防护服、呼吸机等医用物资，分享抗疫经验，真正体现了患难见真情。我作为一名非洲人民，非常感谢中国人民。中国一直是非洲人民信赖的伙伴。我也非常感谢卢旺达公园的所有汉语老师，在他们耐心帮助下，使我能说汉语、写汉字，了解伟大中国文化，并有机会到中国去留学生在，也让世界见证了友谊。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我们越来越意识到，我们整个世界其实就是一家人。我们有着同样的梦想和抱负来发展自己。由于科技的进步，来自全球不同角落的人们用互联网、电脑、手机、电视都能得到互相之间的信息。我们只要坐在这里，打开网络或者电视，就能知道全世界各个地方正在发生的最新信息。人们互相分享这新鲜有趣的信息，其乐无穷。而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，语言的沟通尤其迷人。正是借助语言的沟通，人们才能更好交流学习。不管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，还是社会上各样各样的人们之间的交流，都让我们融入到一个大家庭里。对我来说，这种语言的分享，最让我受益匪浅的，就是用汉语来分享。是汉语连接了我和我的同学，是汉语连接了我和我的中国朋友，也是汉语带领我走的今天的舞台，走向了更加广阔美丽的世界。朋友，不管你来自哪里，有着什么样的肤色，但此刻我们因为汉语而结缘，相聚在这里，在这里续写我们最真挚的友谊。那么，就让我用汉语做翅膀，在世界的舞台上倾大翱翔，让我们在汉语桥的舞台上喊出我们的共同的心声：汉语筑梦，天下一家。我的演讲结束，谢谢大家。